你有觉得现在讲什么都不对？长期以来不是都这样吗？所以在危险状态办正事要紧，就不想跟他们口水战了，讲讲笑话会了，但是不要真的去跟他闹什么。就好像我们台北灯节哦，那时候也在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完全停，影响也很大完全照办，这个影响很大。所以后来我们以台北灯节为例，我们就有做折中。你有戴，我们会说这个活动你戴口罩来。所以但是我们当时那个小吃摊我们就不准设，后来有时候比较严格了，连那个卖饮料的活动都不设，因为我们口罩拿下来，大家在吃饭还是会聚集感染。所以像大甲妈祖绕境这个如果以台北灯节的经验标准做法应该是可以办，但是要做很多修正。所以我们后来台北灯节大概人数就少掉了1/4，我们大概不到70%而已人数有少掉，但是它还是可以办，所以比较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这样。你有觉得现在讲什么都不对？长期以来不是都这样吗？所以这就是你减少受访的原因。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我还是很自制的，因为我还是那一句目前这个所谓的武汉，不管它叫武汉肺炎还叫新冠肺炎这个还是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所以等这个事情过后要口水战在的。我知道在现阶段还是先把该做的事情先处理。其实我跟你讲，台湾的疫情还没开始，因为我的想法这样的，每天一个这样，我们都可以应付，不要像出现韩国那时候1天200个系统会崩溃。所以事实上在中国大陆疫情还没控制之前其实台湾还是随时都在危险状态，那毕竟它就是你的旁边嘛，所以我们要维持这种每天一个这种情形，要拉到中国大陆疫情有办法真正控制，才有办法真正解除危险。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处于在危险状态的，所以在危险状态办正事要紧，就不想跟他们口水战了，讲讲笑话会了，但是不要真的去跟他闹什么。这边2位是有可能。它其实是一个空间，就是跟这个空间的，其实人太多是这样的。其实今天就台北市来讲我们大概国小、国中、高中20万名那如果连公立幼稚园上去，那就更高嘛所以其实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就发现，前几天差不多7点这个时候，马路上没什么车，今天很明显车子就多起来，所以今天算是一个压力测试。所以今天我们我觉得是这样的终究还是要逐步复工复学嘛但是也不要一下全部上，所以今天算是比较大规模。其他一些什么亲子馆老人共餐我想那我们把它全部排出来，然后就看情况慢慢加回去，大概策略。不过今天大概是最大的一个 gap， 因为今天就是至少要22万人要上学，所以像这1-2天用那种叫回馈跟反应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大概会教育局设个窗口嘛每个学校它遇到什么问题，教育局传回来，我们滚动式修正看 OK， 再慢慢把整个social activity 社会的活动再慢慢加上去。因为终究还是要复工复学，不可能一直摆下去。台北因为事实上我们台北的学校，我们已经花了很多力气在做这个资通讯的基础建设了。所以我们现在整个校园都是网络化，所以我会交代他们还是用异化的方式，可以让整个流程速度更快。所以大概应该会要求每个学校就
用E化的方式可以让更有效率的有哪些列出来？我们那个大概写程式这部分优先先处理。但本来说1000人以上，理论上要10个通道，但是这个所以一定要用E化的方式嘛。因为是我们每个学生都有学生证，所以如果透过网络运作，一个是早上出门前回家，在家里就先上网，让速度比较快。这个大概我回去跟他们讲一下，还是用E化的方式会让整个效率提高。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希望他们在家里先量体温嘛？对啊，就是大家在家里有耳温计的。大部分家里是台北市还是整个社经地位比较高的。我们大部分的小朋友在家里还是有耳温计的，而且少子化结果，现在每个小朋友都变宝贝了，所以家里面什么耳温枪什么大部分都有。